心想事成第9條法則，別擔心願望是否能實現。祈願時唔可以緊張，因為緊張表示你嘅心意唔堅定。當想實現願望，唔使擔心點樣做先好呢，亦都唔需要擔心別人是否贊成，同時都唔可以使用你嘅意志力，甚至連顯意識嘅知性都唔可以使用。你必須完全自然咁想像小孩一般去相信佢。有一間屋嘅中央暖氣設備壞咗，屋主請技術人員嚟修理，而修理嘅技術員開出200蚊美金嘅維修費。屋主就問佢，到底喺邊度發生故障呢？技術人員就話，只係一支螺絲壞咗。屋主就好唔高興咁話，只係一支螺絲，你竟然開價200蚊美金，係咪太貴啊？呢個時候技術人員就話啦，螺絲費我只係收5毫子，其他個199個半係我揾到故障嘅代價。你嘅潛意識對治療體內器官毛病嘅方法都比呢一位技術人員更熟練，而且維修仲完全免費呢。你唔需要擔心呢位全能嘅技術員揾唔揾到故障嘅方法，或者維修得好唔好。喺你自己嘅體內擁有一位最高明熟練嘅技術員，你只要確認佢可以做到成果就得啦。當你要請佢為你服務嘅時候，最重要嘅就係盡量放鬆自己。即使一般大嘅工人，如果僱主喺一邊囉嗦指東指西，又驚工作起嚟嘅時候唔會咁順利。因此，如果你擔心呢啲細節問題同其中嘅方法，咁潛意識就唔可以充分發揮佢嘅功能啦。唔理係健康嘅問題、金錢嘅問題，定係工作上嘅問題，只要你想象呢個問題已經妥善咁解決，去體會其中嘅實感就可以啦。咁表示你完全委託潛意識咁去做，盡量去感受呢件事好重要。你要放鬆心情，盡量去感受願望達成時候嘅情景。圓夢小語，我的目標已經達成了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